港房達人 Fanny 姐今日帶大家睇九肚山真筍盤。好多人以為九肚山豪宅好貴，普通人買唔起，但其實而家價錢超親民，平民價就可以入傳統富豪地段，性價比爆晒燈。今日重點同大家介紹富豪山峰 Mount Regalia， 位於沙田九肚山麗平路23號，有百利堡同富豪酒店聯手投資40億打造，係九肚山最經典嘅低密度頂豪屋苑。成個屋苑總共先得160伙，獨立洋房淨係得24座，貨量極少，住客質素高，絕對唔雜。戶型由4房到6房，超大豪宅，實用面積1575尺至4960尺，洋房足5層高，空間超級闊落。無論大家庭自住、換樓升級或者長線資產保值，都係首選。呢度最大優點就係私隱極高，環境頂級。坐喺九肚山半山高位，四面環山，景觀開揚無遮擋，成日風水清靜，遠離晒市區嘅車聲人聲，係超難得嘅正西豪宅地段。歷年都係富豪明星至愛，全部獨立洋房附送私人電梯，直達地庫車位，車庫直接入屋，出入夠晒私隱，夠晒體面，落雨都唔使濕身，絕對係頂級洋房先有嘅專享配置。屋苑配套亦都超奢華，有豪華會所、露天泳池、健身室同多功能宴會廳，日常休閒、聚會、運動一站式齊晒，日日住都好似度假。發展商實力雄厚，再加富豪酒店級物業管理細心到位，樓宇質素穩陣，保值能力超強。教育更加冇得彈，坐擁黃金9要教網加沙田頂級中學網，名校林立，最啱注重小朋友教育嘅家庭。附近商場、醫院、公園一應俱全，正宗大旺，生活超便利。今次九肚山罕有平民價頂級獨立屋放售，機會超難得，想親身實地睇樓，了解最新價錢，即刻私信 Fanny 姐預約啦。